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倒打台语安尼写倒打，倒闭破产台语讲倒打。这间店去年开幕，人潮长长滚，当时真抢呀，想袂到才过一年就倒打关门了。开公司做头家无简单，讲大多数的小企业开业了后，若挡袂过2个月至4个月，就会倒打。倒打的打，面打、打面、收打。伊伫大街我家家开一间面打，咧卖打面，生意真好，拢早早就卖了收打。打头打打，伊带人的顾查囝打头真重，爱打2个家庭，所以打有一个音打。有一句俗语：路头打定心，路尾打铁腿。一开始像咧打定心遐尔啊辛苦，但是愈行愈忝愈无体力，到尾啊，都袂输是咧打铁腿共款，真食力。这是咧比如讲，做万项代志起头较简单，也若要坚持到底，就真考验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倒打实在真趣味。